歡迎大家嚟到翻嚟我呢個頻道。今日咧我哋講一個新嘅話題就係好多人咧就係我哋談論一個死亡係咪真係唔吉利咧？係嘛，即係帶嚟不吉利咧？咁今日我係從呢個易經呢個角度咧，同大家看看人生呢個自然規律。我係 Danny Yan 中文係甄子東。就咧就談論死亡咧，係咪真係會帶嚟厄運咧？係嘛？我哋從小經常咧就聽長輩講咧，就唔好講個死字，係嘛？就好唔吉利。呢啲事情咧唔好提前講，係咪會帶來厄運？係嘛？咁因此咧，從來咧好多家庭咧就唔會將提及呢啲身後事嘅安排咧，選擇墓地啊，就甚至講俾家人聽以後嘅心願啊，都唔會提及。但係唔提及呢啲事情咧，係咪真的能夠保護家人咧？我哋今日咧就從呢個傳統嘅智慧易經中咧，就同大家分享另外一種看法。咁易經咧嘅核心咧就係個思想就係變化，係嘛？天地萬物都係喺度變化緊，不時不刻。白天就變成夜晚，係嘛？春天就變成夏天，夏天又進入秋天，秋天咧亦進入冬天。咁就出生、成長同埋成熟衰老咧，都係人生一個自然規律。生老病死咧，就並不是壞嘅運氣，而係人生嘅生命運行嘅一部分。咁從易經易經咧，從來都冇教我哋逃避呢個變化，係咪？咁只係教我哋認識變化，順應變化，並提前做好準備，係嘛？咁其實我哋家人買保險，唔係希望發生意外，係嘛？我哋立遺囑，唔係希望我哋早點離開呢個世界。我哋準備嘅退休金，唔係希望我哋自己變老。我哋有規劃，因為我哋有責任。提前規劃身後事咧，亦都係同樣嘅道理。他唔係等待呢個死亡，而係保護家人。很多即係呢個家庭咧，就親人離開之後咧，一邊承受悲傷，一邊咧仲要喺好短嘅時間咧，要做好多嘅重要決定，係咪係土葬啊，定係火葬啊？個墓地係點？個福地係點樣選擇啊？係嘛？個預算係幾多啊？係嘛？呢啲咁嘅決定咧，喺悲傷嘅時候去做咧，往往係好困難嘅。如果能夠提前溝通，係嘛？提前規劃，咁讓能夠喺家人最困難嘅時候咧，減少一些壓力，多一份安心。咁好多第一代嘅移民嚟講咧，我哋一生嘅工作努力，希望給子女咧留下更好嘅生活，係嘛？亦也許咧係人生最後一份禮物，唔係留給佢哋更多嘅問題，而係留給佢哋一個明確嘅安排同埋一份嘅安心。談論死亡並不是縮短生命，但係迴避呢啲咁嘅話題咧，卻可能咧讓你家人咧將來咧未來咧會承受更多嘅壓力。咁易經講俾我哋聽咧，真正智慧咧係唔係逃避呢個人生，而係咧理解人生嘅規律。當然我哋理解變化、接受變化、提前規劃，我們反而係咧更加會珍惜呢個生命，珍惜家人，同埋咧亦更加懂得感恩。所以咧呢個或者咧談論死亡咧並不是不吉利，其實咧佢係一種愛，係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智慧。謝謝大家今天嘅觀看。如果你哋覺得今天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咧，希望你同家人分享。我哋下一站再見，拜拜。